晨啊，今日2026年4月21號星期二啦，歡迎收睇天海市直擊。今朝我哋有中原資產管理嘅投資策略師劉偉強啦，同我譚海運陪大家一齊開市嘅。莊主，今日大市有咩焦點啊？今日大市嘅焦點咧就係美國派咗副總統咧就去咗巴勒斯坦度去做談判啦，但係咧伊朗嗰邊手咧仲未派官員嘅。咁啊，蘋果 CEO 換咗人啦，同埋係講緊美國咧就關稅方面有一個 refund 嘅情況出嚟嘅。係啦，咁啊，觀眾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問題啦，或者有心得想交流啦，歡迎你 WhatsApp 俾我哋嘅電話係96133819，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 HKET App 喺聊天室入邊講低你嘅稱呼同埋留言，轉頭我哋會回答大家問題嘅。而家一齊睇睇上日美股嘅情況，美股向下噶，咁啊道指咧最多曾經跌200點嘅，美伊局勢再度緊張啦，但市場仍然憧憬啦，雙方有談判嘅空間。美伊兩方咧就再度封鎖海峽啦，咁啊道指低開25點之後咧，跌幅曾經擴大去到201點㗎，但係投資界仍然憧憬咧雙方能夠談判啦。咁啊道指收市咧就係跌4點嘅啫，收報49,442點嘅。標指咧就係跌0.2%左右，收報7,109點啦。納指跌0.3%嘅，收報24,404點。納指金龍中國指數就係跌0.3%㗎。歐洲股市普遍向下啦，法國同埋德國股市跌幅都係超過1%嘅。睇睇大型科技股啦，咁啊蘋果升1%啦，但係其後公司公布啦，咁咧就係行政總裁添曲會喺9月1號卸任嘅，股價喺盤後下跌嘅。Tesla 即前回吐2%嘅，咁啊 Netflix 啦上個星期公布業績之後咧就急跌9%啦，咁啊星期一嘅時候咧就再跌超過2%嘅。Nvidia 嘅股價咧係靠穩噶，咁另外 Intel 咧就要跌4%嘅。好，咁啊，以預託證券形式喺美國買賣嘅科網股 ADR 啦，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咧，普遍變動係唔大嘅。阿里折合大約137個2啦，騰訊折合就係523個2左右嘅。睇埋友邦同埋匯控啦，比本港上日收市係略高嘅。亞太區外圍方面，今朝早段就係做好嘅。嗱，咁啊，首爾綜合指數升幅咧超過升幅挨近2%噶啦，最新升緊82點啦。咁啊，日經平均指數最新升緊挨近1%啦，最新報59,407點。悉尼普通股指數同埋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咧就係個別發展嘅。好，咁咧就同阿莊主傾個美伊局勢嘅最新發展先啦。咁啊，頭先你好即係簡單咁講嗰兩句啦，其實都即係好快咁涵蓋咗而家最新嘅發展噶啦。咁啊，講多少少 detail。咁啊，嗱，伊朗就重新封鎖過霍爾木茲海峽啦，而美國嘅海軍咧又喺亞曼灣嗰度咧扣押一艘掛住呢個伊朗國旗嘅船啦。雙方嘅停火協議咧，原本嗰個限期咧就係香港時間星期3嘅朝早到期嘅。咁啊，而家美國副總統曼斯咧就有機會去到巴基斯坦同伊朗就展開個談判啦。咁啊，總統特朗普就話啦，嗱，如果唔能夠達成協議嘅話咧，好大可能咧就唔會延長停火2星期嗰個協議，而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係會繼續關閉嘅。嗱，咁啊，伊朗就話未決定係咪會參與會談啦。咁啊，市場個走勢其實都幾反覆噶。嗱，琴日道指我哋頭先講過啦，就一度跌超過200點嘅。咁啊，臨近收市咧，其實就跌幅大為收窄，去到單位數啦。咁啊，油價有一個大升之後咧，其實個升幅就收窄噶。你又點分析美股後市嗰個走勢啦？咁美國咧，其實而家分開兩樣嚟睇啦，即係始終一路都未到22號啦。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大家都係攞緊啲談判籌碼嘅啫。咁啊，本身係伊朗究竟係咪之前有冇開放咗幾耐咧？冇人知嘅，只不過又好似又開又閂咁啦。咁啊，但係咧美國嗰邊手叫少少釋出善意啦。咁啊，但係同時間咧，其實美國即係已經有兩手準備嘅。即係琴日咧，本身咧金管局嗰邊手，即係佢金融管理局啦，佢其實都係喺市場上咧就買咗啲債嘅。咁啊，即係將個市場上嘅嗰啲現金方面咧就釋放咗一啲即係流通性啊。咁所以可能某個程度上咧，就呢一樣嘢都俾人有個信心咧，就算談判係出現一啲阻滯都好啦，咁市場上都係個資金上有充裕嘅。因為本身咧而家三大指數升得咁高咧，啲人都驚話，喂，會唔會啲人係萬一即係有啲風吹草動嘅時候會套利啊？咁邊個承接啊？會唔會係有骨牌效應啊？咁但係暫時嚟講，就琴日呢個金嗰邊手去買翻啲債，而係釋放到啲市場嘅流通性咧。咁呢樣嘢會幫到手嘅。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我哋睇油價嘅啫。嗱，一路以嚟我都喺唔同嘅平台都講啦，其實我哋冇可能知道嘅第一手消息係快過商品市場嘅。有時商品市場咧，你會話突然間佢開放咗又話跌，跟住有風嘅時候又反彈，咁呢個係嘅。咁但係咧油價嘅維持一個間區同埋喺一啲技術位置嘅中間咧，其實都已經係表咗態啦。
例如本身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關口咧，就係最上嗰格咧就98蚊，而中間呢條頸線咧大致上我哋國際期油就大概係91.8度啦，一桶美元啦。咁你一見到呢個裂口低開落咗落去91.8美元一桶以下咧，成個本身三大指數咧，其實就算香港都好啦，都係突然間咧行快咗嘅。咁我哋暫時嚟講唔好睇話突然間去衝到落去成70幾蚊，又78以上到少少做個反彈啦。咁呢個目前為止咧，我覺得而家油價咧係有個臨界點，就係你只要大致上見到無聲無息底下個油價上到91.8以上咧，你就要小心啲。其實嗰邊手係有啲信息係會出翻嚟，而本來油價亦都係順住勢係向下走嘅。如果突然間拉翻上去91.8美元一桶以上咧，就會形成咗係78嗰度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再強大嘅支持咧，油價就會重新去可能會上升，或者保持一個高啲嘅格局去行咧，就會影響到可能韓國股市啊或者美國股市咧就有啲影響嘅。但係當然我哋仲有一樣要睇咧，就今個星期咧4嘅時候會有個 PMI 數字咧，因為本身油價高唔高咧，某個程度上人都會影響翻話究竟會唔會通脹，係會影響到聯儲局減息嘅預期啊。咁但係當然聽證會琴日又有啲消息啦，咁啊本身Kevin Walsh 嗰度又有第一次嘅本身提名嘅聽證會，咁好多嘢搭埋一齊咧，我哋都要一齊睇嘅嚇。暫時嚟講，我覺得我反而係如果跳翻嚟講咧，香港嘅市場可能有望今日就會可能挑戰高少少嘅位置。美股方面，你而家都係覺得應該觀望住先定係點樣咧？其實美股其實係一定嘅程度上係，譬如我講軟件咧，就有啲技術嘅估值重塑已經行翻出嚟啦。即係應該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差唔多上個禮拜初啦，已經討論緊咧軟件類嘅 AI 嘅軟件類行咗啦。星空嗰邊手因為 Amazon 嘅又再收購一啲衛星嘅衛星鏈咧，咁又星空嗰方面又行咗啦。尤其是跟住乜嘢咧？最緊要 M7 啊，M7咧其實無啦啦咧，其實都係被市場遺棄嘅，即係遺棄咗好耐。但係4月1號開始咧，你見會有資金面去睇翻咧，係淨係4月1號至到目前嘅上個禮拜4咧，其實係等於翻上年嘅差唔多喺到10月份至到去3月份期間咧，係短而家呢一個咁嘅4月份開始已經等於翻上年嘅大致上3至4倍嘅資金流入。所以如果喺個市場上大咁樣去再擺翻錢喺 M7 嗰方面咧，咁係令到嗰個叫做穩定性係或者係個升勢咧係會比較震啲嘅呢一樣嘢，係啦。好啊，咁有冇啲價位俾大家參考下？如果係嘅話，價位咧，其實嗱老實咁講啦，如果你話立期方面咧，其實已經到咗一個臨界點嘅，呢個事實嚟嘅，一個周線嘅阻力位咧。佢就啱啱好已經去到咗26,930點到附近個立期。咁如果你就算係回咧，大家又放心啊，回嗰格咧下邊就算係即係要有一個比較大嘅回吐到啦，咁大致上都會係喺25,730點到附近咧，應該有個叫做短期嘅支持嘅。咁因為標準普爾500指數咧，其實就已經有再上升多一格啦。咁當然。之前有啲人講話 Tom Lee 又話出到7300有機會跌20%，咁但係咧下邊有個比較重要嘅頸線嘅支持位咧，大致上係6940點嗰度附近就係S&P 500指數嘅一個關鍵嘅轉接位嚟嘅。只要唔回穿呢個位咧，大致上其實已經行咗一個突破，叫做整固期嘅啫。咁道指咧就要視乎翻咧，繼續或者甚至係三大指數都好咧。都係要睇翻咧，嚟緊落嚟係會枕住一啲美國嘅業績期，但係道指咧就比較尷尬嘅。道指其實仲係有個阻力位咧，係我當道期先啦。道指可能係升破咗，但係道期咧其實大致上仲係有一個50,240點都有個阻力嘅，佢未完全破晒嘅，係不過你會見到個道瓊好似升咗上去嘅，但係嗰個道指同埋係講緊道期都未叫完全突破翻之前嘅高位嘅，所以係落後少少嘅，咁所以就暫時嚟講，我哋會睇住個標指做，但係業績係會引發咗短期嘅一啲調整都未定嘅。好啊，好嗱，你講起三大指數啦，我頭先寫咗，但係唔記得報俾大家聽嗱，
琴日咧三大指數就係跌啦，譬如話納指上個星期創咗新高之後咧，咁啊隔晚有回吐啦。但係琴晚咧其實係嗰個反映中小型企業走勢嗰個羅素2000指數咧，其實係即係逼近呢個新高㗎。好嗱，頭先你咧嗰個納指咧非常之好咧，因為你講到嗰個背景咧，就係因為有資金流入，如果 M7 炒得起嘅話咧，其實嗰個指數嘅走勢咧係會可以進一步向上。講完支持位啦，第一站目標點睇咧？第一站嘅目標，我覺得咧，都要睇翻Google、AVGO，即係講緊 Broadcom 或者 Tesla，相繼出業績之後咧，究竟會唔會幫佢推高咗個納期多？頭先啱啱講嘅一個阻力位啦，26940嗰個位置。納期如果佢三大嘅有兩隻咧，其實就面臨破新高啦。其實係 Broadcom 咧已經叫做突喺嗰個。叫做新高位嗰度繼續徘徊啦。咁啊 Google 其實咧就有望啲人會諗緊會唔會破到前邊嘅前頂，大概340幾蚊以上。咁如果呢啲走勢如果係有個突破嘅話咧，就有望可以帶動翻咧成個納指再創高位嘅。因為呢一樣嘢比較實際。啱啱頭先你都補充咗一樣嘢咧，羅素就一啲可能未去到標準普爾500指數嘅一啲公司啦，即係有普遍都係中小企公司。咁如果呢啲公司亦都係一啲零星嘅一啲板塊嘅推動咧，有計埋配埋合嗰個 M7嘅一個比較長期嘅資金嘅流入嘅話咧，咁納指係會比道指短時間之內提高一線嘅。道指如果去到呢個階段都係唔能夠追落後嘅話咧，就可能有少少令人擔心會唔會係因為減息嘅預期係影響到佢啦。好啊，好，咁我哋傾隻蘋果嗱，琴日佢哋就宣布咗咧，Tim Cook 咧會喺9月1號咧就去卸任啦，咁由一個叫特納斯嘅即係人去接任啦。咁啊，特納斯咧其實就係蘋果而家硬體工程高階嘅副總裁嚟㗎。咁啊，今年50歲，咁啊2001年咧就加入蘋果啦。咁啊就係讀機械工程嘅，喺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嘅。嗱，個情況就係咁嘅，其實就大家都覺得咧今次蘋果嘅宣佈咧少少突然嘅。咁對呢個特納斯咧，其實嗰個認識都未係太深啦。嗱，上個星期見到個情況咧，其實 Netflix 公布業績咧，真係做得好唔錯嘅。咁但係因為呢個 co-founder 咧就即係離任咧，就即係令到股價就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啦。你覺得今次嘅情況會唔會喺蘋果出現啊？呢個情況，大家第一樣嘢就要諗緊，蘋果係比較一間我覺得係比較謹慎嘅公司啦。其實佢轉一個即係要轉一個 CEO 咧，董事會能夠批過，其實都應該係深思熟慮過嘅，同埋個藍圖上蘋果嘅嗰個轉嘅位咧，其實唔會嘅係太多。咁同埋一樣嘢咧，Tim Cook 其實唔係講緊卸任咗 CEO，其實佢仲勁咗，叫升咗職嘅，即係佢已經變咗叫做董事會執行主席啦。咁如果照道理嚟講冇誤會咧，其實就等於係控制 CEO 嗰個人嚟嘅，直情係即係如果係叫執行董事主席啦嚇，執行主席嘅話咧，咁就其實係會等於翻係。CEO 咧就等於係執行公司嗰個管理能力啊，做呢啲咁嘅嘢。但係咧決策咧係上邊話個董事會究竟係要講緊下邊啲嘢點做咧，就其實 Tim Cook 都有佢影響力喺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只不過可能係驚啲人話營運上啊，或者要做嘢方面會唔會有啲唔同度啊？咁但係如果 Tim Cook 仲喺度嘅話，同埋蘋果而又有啲新嘢又同Amazon 嗰度有個咁嘅串聯咧，即係大家知道咧。其實係 Amazon 又買咗佢哋個 Global West 嗰個咁嘅，即係講緊嗰個衛星咧。其實而家亦都會係有兩間公司咁樣行法，先至換個 CEO 咧。我諗嚟緊落嚟可能係會有機會係因為呢個咁嘅情況而去換咗個 CEO 嘅。